后来有超过10个县市的地方政府透过自治条例来规定，讲进口的美国猪肉、三肉精必须爱零检出，但是甲中央的保法相违背，也未得到行政院的回复。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，伫立法院质询院长苏贞昌的时阵，上去来转倒，这个院长嘛真硬哦，甲回呛讲转倒无路用啦。你即摆你笑我知影，因为你知道说给我掠着啊！你唱的机关唱的清楚吼，来。国民党立委赖士宝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，地方政府自治条例规范三肉精零检出，也未得到中央回应，两边转倒啊，互相相骂。我清楚叫你等点，我爬坡啊！为什么这样子？敢爬我爬？为什么这样子？你就你没有，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说反咨询？你怎么可以反咨询？你讲不清楚，用拍都是没有用啦。内地进口台湾，行政院提出行政命令，拜四特别伫咧立法院表决，除了爱应付在野党，该开便当会和东党立委咧瞧。苏贞昌提同婚法案来做辩论。每一个法案在讨论表决前，难免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党籍的立委，大家一定要脚步一致，社会会看见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方。不过，消基会伫咧网络顶宣传拒绝食美国猪，收到要20万份的联署书，呼政府紧回头，嘛招民众拜四爱去立法院参加国民党的抗争活动。这种一致性的一个投票，其实就是一个叫做阉割式的民主，把我们民意代表自己的权利给自废武功了，我们不认同。面对民间团体和在野党的抗争，民进党护航内地进口。这场美国猪之战，当时才会收煞，恐惊无简单。